台南做阵有夜火把保平安保家演的一个传统，这项传统已经500年的历史。即马台南市文化局参民间团体还佫学校合作，教囡仔做电子火把，要互囡仔了解这个传统。 囡仔手无用咧做电子零件，甲电池水银接伫木座顶头，再放入面家己创作的铁管仔内，内底红布亲像火咧死，也好悬伫发光。因当咧做的这号做电子火把，自从有手电了后，做成的火把文化就渐渐失去。为了要将这项传统捡倒转来，文化局串联做电教会、甲南大科大、建级国小，教囡仔做安全性的火把。连那个木板那一些的，有用那个电池把它装上去。啊，大人是用迄真正的火，啊，阮细汉的安尼算。内底有一个重点的开关啊，有一个水银开关。 啊，小朋友透过这个，他会知道电机的原理、正负极的开关怎么样去做串接。做电教会指出，去年开始恢复夜火把报家音的传统，夜火把邮寄向天甲祝福送互社区每一个人。传统的火把主要用在地刺竹甲桂竹来做，即卖活动互囡仔学习传统技艺，嘛结合科技做属于家己的火把，除了保留文化意涵，嘛确保囡仔的安全性。以前就是举这个火把去到木山，也是基后，迄个时阵无牧师教会的会友，若要洗礼。 要守圣餐，都要用行路的，行去到遐远的所在，佮有炸迄个粉饺然后到为平安的是放粉饺，倒来报平安。这项传统是指定当地重要的文化记忆，透过活动，学生对家乡文化更加了解。指定教会表示，今年嘛邀请指定国小学生也因做的电子火把，斗阵邮寄，甲文化传承落去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